你好啊，天父愛你。 Jesus loves you。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安靜我哋嘅心靈，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何西阿書1章2至10節。耶和華初次向何西阿說話，耶和華對他說：你去娶一個淫蕩的女子為妻，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因為這地行大淫亂，離棄耶和華。於是何西阿去娶了狄拉音的女兒歌篾，她就懷孕，為何西阿生了一個兒子。耶和華對何西阿說：給他起名叫耶斯列，因為再過片時，我要懲罰耶戶家在耶斯列流人血的罪，也必終結以色列家的王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截斷以色列的弓。歌篾又懷孕，生了一個女兒。耶和華對何西阿說：給他起名叫羅路哈瑪，因為我必不再憐憫以色列家，絕不赦免他們。我卻要憐憫猶大家，使他們靠耶和華他們的神得救。我必不讓他們靠弓、刀、戰爭、馬匹與騎兵得救。歌篾在羅路哈瑪斷奶以後，又懷孕生了一個兒子。耶和華說：給他起名叫羅阿米，因為你們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們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數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數。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就在那裏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好多時候我哋嘅名其實反映緊我哋出世嗰陣時係咩年代。70年起名大全呢篇文章就講出咗名所代表嘅年代。名字唔單止係代表長輩嘅美好期望，仲留低咗鮮明嘅時代烙印。當我哋聽到叫建國、解放、國慶，咁我哋就知佢哋係1949年前後出世。叫衛國元朝多數係50年代初韓戰時期出世。60年代就大部分人都叫耀武、衛東、永紅。我哋一聽到呢啲名就知嗰個年代發生緊咩。而喺何西阿書1章2至10節就講到，有一個家庭嘅故事仲誇張，佢哋全家人嘅名都係上帝俾嘅時代預告。呢個家庭其中一個人就係主角何西阿，佢嘅名嘅意思係拯救。喺何西阿書1章2至3節講到，耶和華對何西阿說：你去娶淫婦為妻。於是何西阿去娶了狄拉因嘅女兒歌篾。上帝竟然叫呢位拯救去娶一個淫婦做老婆。最諷刺嘅就係佢老婆嘅名叫歌篾，係完全嘅意思。歌篾呢個名其實都正正反映咗當陣時以色列人嘅心態，就係以色列當陣時經濟繁榮，令到以色列人覺得自己完全唔使上帝做王，佢哋自以為完全，其實已經深陷喺罪嘅當中。上帝更因為咁做咗一個黑色嘅幽默，要拯救去取完全，即係既然你哋話自己完全冇缺點，咁點解仲要拯救呢？呢場婚姻根本就係上帝對嗰個時代寫下最荒謬嘅劇本。呢段荒謬嘅婚姻生咗3個仔女，佢哋嘅名同樣係上帝親自改嘅。老大耶斯列，意思係上帝播種。喺何西阿書1章4節講到，給他起名叫耶斯列，因為再過片時，我必討耶戶家在耶斯列殺人流血的罪。喺經文當中講到，上帝想警告以色列，就係以色列人喺耶斯列播下背叛同埋暴力嘅種子，上帝一定會追究。呢個名就好似一個鬧鐘，提醒緊以色列人，人種啲咩，上帝就會收翻啲咩。老二羅路哈瑪，意思係唔蒙憐憫。喺何西阿書1章6節講到，給他起名叫羅路哈瑪，因為我必不再憐憫以色列家。經文講到，當人覺得自己強大到可以拜巴力嚟分散投資嗰陣，上帝就講，既然係咁佢就收翻對以色列人嘅憐憫。老三羅阿米，意思係唔係我嘅子民。喺何西阿書1章9節講到，給他起名叫羅阿米，因為你們不做我的子民，
我也不做你們的上帝。經文講到上帝宣告要同以色列人割席，其實係以色列先玩離家出走，上帝只係將呢個殘酷嘅現況講埋出嚟。上帝話自己唔再做以色列人嘅上帝。歷史嘅落人何止係何西阿一家，好似名作家倪匡一家，因着嗰個動盪大時代嘅緣故，佢一家7兄弟姊妹分散喺世界各地居住，有啲居住喺新加坡，有啲居住喺內地，有啲居住喺香港，更甚嘅有啲居住喺加拿大。歷史嘅洪流喺過去幾年都將我哋唔少家庭沖散得好似倪匡佢哋一家咁，分散各地。但係感謝神，歷史嘅齒輪喺度轉，上帝嘅故事都出現轉機。喺何西阿書1章10節講到：然而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在哪裏必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上帝的兒子。經文講到上帝嘅心意始終係栽種同憐憫，就算人自覺完全而行錯路，上帝依然想將我哋揾翻。處身喺歷史當中嘅家庭同埋我哋，或者無力力挽狂瀾，但係我哋需要知道上主嘅心意係憐憫同埋和好。只要我哋仍然願意向住上帝嘅方向前行，只要我哋願意承認自己唔係歌滅，即係我哋唔係完全，我哋係需要何西阿，我哋需要上帝嘅拯救。親愛嘅天父，喺歷史嘅洪流當中，雖然我哋有陣時覺得自己好渺小、好無力，但感謝你透過何西阿一家話俾我哋知，你嘅心意始終係憐憫同埋栽種。求你赦免我哋嘅驕傲，因為我哋願意去承認自己唔係歌滅，承認我哋唔係完全，我哋真係好需要你嘅何西阿，我哋好需要你嘅拯救。求你帶領我哋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喺動盪嘅時代當中，依然識得轉向你，以致我哋可以被你所栽種，可以識得去依靠你，學識彼此憐憫。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詩歌恩典太美麗。